箴言日引，劉恩德牧師逢星期一透過一句箴言提醒你人生方向。今日要同各位朋友、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睇箴言第3章27、28節。聖經咁樣記載：你手若有行善嘅力量，不可推辭，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。你那裏若有現成的，不可對鄰舍說：去吧，明天再來，我必給你。喺新譯本個翻譯佢咁講：如果你嘅手有行善嘅力量，就不可推辭，要向那些需要幫助嘅人行善。你那裏如果有現成嘅，就不可對鄰舍說：你先回去，明日再來吧，我必給你。論到行善，無論你係咩動機，我相信人人都樂意做善事，樂意行善。而箴言所教導嗰個行善呢，唔係單單勸人去捐錢，而呢個行善呢，係勸人唔單止在財物上邊樂施，更加在佢生活中間能夠樂助，係幫到人。所以記得喺幼年嘅時候，童軍有句說話：日行一善，係咪？助人為快樂之本，即係教導人係有智慧去能夠幫助到別人。你嘅手有行善嘅力量，就不可推辭。呢個係講我哋行善嘅適切性。每個人嘅能力都唔同，當我睇到別人有行善嘅時候，我哋都會好羨慕。但係我哋能唔能夠做到呢？係另外一回事。因為我哋都應該量力而為。所以聖經話：你嘅手有行善嘅力量，就不可推辭。行善唔係單單指捐助，亦可以指助人行事。當我有能力可以幫助人，應該努力而為，因為呢個社會係必須喺互助下邊先至有進步。然而助人唔係漫無目的，而係向嗰啲有需要幫助嘅人而為。錦上添花可能係一件美事，但唔一定係一件好事。雪中送炭，咁呢個先係針對人嘅需要而作出嘅幫助，呢個係好事。因此行善係需要智慧，需要我哋審時度勢，一方面睇下自己，一方面睇下別人，喺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事，而唔係做一個有求必應嘅人。好多人以為做好事就做一個有求必應嘅人，要知道我哋唔係神，神先係有求必應，人係有限制嘅。所以你嘅手有行善力量，唔可以推辭，向嗰啲要幫助嘅人行善。另外，當我哋睇到對鄰舍或者對自己周圍熟悉嘅人，都要留意行善有一種急切性。當人有需要之際，必須及時，必須以人哋嘅需要為行先，而唔係自己嘅方便為先嘅。所以呢種急切性係助人嘅時候需要考慮，喺行善嘅時候需要考慮。智慧嘅人，佢喺處理事情嘅時候知有所先後，佢所處理嘅事情有輕重之分，所以佢哋喺判斷上邊係比較準確嘅。呢一個係來自智慧，來自敬畏神嘅心。有智慧，佢能夠衡量；有智慧，佢能夠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事。所以呢一節聖經話俾我哋聽：你手若有行善力量，不可推辭，就向那應得
的人施行。仲有，當人有需要嘅時候，就應該成為及時雨，俾人幫助。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。